是4班切爾泥地大熱係6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你贏得自然快喎。響中檔位置，天天灑落走咗上去台啊，外邊呢，仲有呢隻勇者無敵第3啦，第4位中間係贏得自然啊。內欄第5至有心得，外面金玉良言啊，出邊嘅位置仲有隻飛雲啊，後邊嘅馬匹環球英雄領袖勁力啊，包尾入直路粉紅眼罩大外檔噶啦，就係勁勇黃區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天天灑落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上發財越逼越近㗎啦，中檔位置仲有勇者無敵啊，外邊冚上嚟做咗金玉良言啦，後多陣嘅馬做個環球英雄啊，最後100零米金玉良言響外邊逢馬過馬已經係脫穎而出打搭贏㗎啦，跑第2名嘅馬勇者無敵埋邊上發財，外邊追上嚟呢，仲有呢隻呢就環球英雄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金玉良言都係入彎嘅時候啦，攞咗出去中外檔，咁啊結果一擁而上過晒打搭贏馬，第2名勇者無敵，第3名上發財，第4名有呢隻粉紅衫嘅環球英雄啊。介紹啦，呢個打